唔要夾夾在去，有冇客人天初我當時。頭好背啦！嘿嘿，頭好背啦！原來按到你做下來了呀！原個嘅事情我哋做下啲咧。大家向下來潛，天出潛得多。捱夫節同工適合向下。捱來夫節同樹盤照。捱夫節旺呢？捱重要包海嘅出手。大家開始了。安尼愛潛圓角就加真好潛咧。圓角應該係呢度兩個位數啦。就到兩個位數啦。舊本捱好咧，捱來同樹推走。也能看。還優秀哦！總算潛到咧。正經當老懶人呢？跌落水底了！孔欣，你看，这么安危险呢？元哥，你带小心。
阿妹，阿妹，阿妹，我很想我。阿妹，我今天东想。阿爸，叫奶奶好。阿爸，小賢做好咧，鄉下來先。哦，我幫人放動頭，夾要來。來試下看，爸爸做嘅小賢好些冇？阿爸，唔當做本眼識咧哦。當然啦。鳥頭家，我打死我了！同我倆都上強啊，咪去幾天嚟都嘿。二婆啊！哎呦，你到底都做乜嘅啊？二婆啊，我是看過你爸爸哦。哦，唔係講相片都解解哦。你係阿爸同阿妹。當昂解解係捱哦。二婆啊，唔細漢嘅時節，真當等人想呢。二婆啊，捱悶咯，唔知道呀爸爸做嘅小賢好些冇啊？安尼我偷偷同唔講，阿爸做嘅小賢哦，真嘅唔好食。阿爸佢根本都唔是主角。唔過，咪當奇怪呢？個妹水吼，個永久會記緊啊！可能係因為佢係阿爸，佢出家吼，頭一擺就本來是個小賢啊！唉，哎呦，今比係心唔錯藥係冇？做乜按晒奶啊？哈？因為我愛你啦。我咪當愛你啊！哎呦，你兩解今比係發生乜嘅事情啊？讓我按有話講到按歡喜啊！唔講赤色嘅路燈、鳥太火，還有射箭，到底係真嘅定係假？當然係真嘅啦呀！來同大家紹介，佢係我二婆，佢係我真好、真真嘅朋友哦。